由泽仁多吉摄影，次仁伟则撰写并朗读汉语版，卓嘎翻译并朗读藏语版，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的沙杰镜头下的西藏文革藏语汉语版，历时近半年的制作播放全部结束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、评论和支持。显示的播放次数不够多，但这个系列不是紧跟时政赚流量的节目，是历史，填补了西藏被刻意制造的空白。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，世界任何角落都能随时观看。西藏在事实翻转之后被卷入文革的这段历史，从此不再被埋没。这个系列本身也将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。今年是文革55周年，人们对文革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，不仅出于回顾历史，还因为中国社会出现了文革再现的迹象，让人们思考文革是否会还魂，会借什么样的诗。沙杰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有助于回顾文革，可以帮助这种思考。请选择下面的二维码扫描，分别进入沙杰藏语版和汉语版的播放列表。制作沙杰系列的工作量很庞大，团队投入颇多，请大家扫描片尾赞赏与回赠的二维码，给予赞赏和鼓励。我们准备了多种电子书作为回赠，谢谢您的支持。